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兵。夏天終於都殺到嚟啦，你睇下出邊個太陽真係好似想殺大家咁。嗱，呢啲又熱又曬嘅天氣，對於我哋呢啲又貪靚又怕黑又驚皮膚癌嘅現代人嚟講，第一個反應係咩呢？咪就係即刻防曬放題，唔使講嘢啦，係咪先？但係如果有睇過小弟之前2條片講女性病嘅朋友，應該都會記得呢，我有提過，市面上有好多嘅防曬產品入邊都含有好多嘅荷爾蒙干擾物。呢啲嘢咧，正正就係好多嘅女性病嘅主要成因之一。男性病都唔好覺得自己冇嘢啊，細佬會長期耷頭噶。咁問題嚟啦，市面上咁多款嘅防曬，係咪全部都唔用得呢？咁但係如果真係咩都唔搽，會唔會變到成嚿炭咁黑，仲要中埋皮膚癌呢？如果想去曬太陽嘅話，我哋應該點做呢？今條片小弟咧就會慢慢拆解，由皮膚開始講到 UV， 再講到防曬產品。睇下我哋點樣可以喺曬死同埋毒死之間揾到條生路。好，喺開始講防曬之前，小弟先考下大家中四 bio 嘅常識題，就係人類最大嘅器官係咩呢？冇錯啦，答案就係皮膚。好多人以為皮膚淨係一層包住身體嘅保鮮紙咁。如果你咁諗就大錯特錯啦。皮膚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活躍嘅內分泌器官，佢唔單止負責製造同埋調節荷爾蒙，仲係我哋嘅免疫系統同外界之間嘅第一道防線，即係我哋身體嘅城牆。你諗下，如果你皮膚健康，外表靚仔靚女嘅話，其實正正就係反映緊你整體嘅免疫系統啦、荷爾蒙分泌同埋新陳代謝都處於最佳嘅狀態。咁而中醫所講嘅氣色、面色呢，其實就係上面講緊呢啲。所以身體好，皮膚嘅面色、氣色係自然好，就唔係大家搽幾多神仙水啊或者防曬可以獲得噶。呢個概念好重要噶吓。咁當大家知道皮膚嘅重要性之後，我哋咧喺討論防曬之前，就要首先了解下光線到底係啲咩嚟，點解我哋要驚咗佢？太陽光咧其實係一個全光譜嘅光，即係咩光都有，紅橙黃綠青藍紫，去到大家睇唔到嘅顏色都有。咁當中咧就由短波長嘅紫外光啦、藍光啦，然後一路去到長波長嘅紅光啊、近紅外線、遠紅外線等等。咁而短波長光即係 UV 咁咧，就能量好高，好似機關槍咁噶，射親你都痛。而長波長嘅光咧，就即係紅光啊、近紅外線呢啲咧，就能量低好多嘅，但係穿透力強好多，可以潛入我哋嘅身體好深入嘅地方嘅。簡單講，即係 UV 光通常咧就只會停留喺我哋皮膚表面搞震嘅啫，而紅光啊、近紅外線呢啲咧就會穿到好深，甚至咧可以影響到我哋細胞入邊嘅發電廠、線粒體。所以光線咧真係好複雜噶，唔係話淨係曬唔曬黑咁簡單。咁而所有嘅太陽光對於我哋呢個生存喺地球上面嘅生物嚟講咧，都係非常之有用嘅。淨係曬某一種顏色嘅光咧，長遠都唔係啲咩好事。咁有緣大家可以去我 Facebook 咧，我出咗2個 post 講關於單獨曬某啲顏色光會帶嚟嘅好處同埋問題嘅。好，我哋翻正題先。咁如果防曬就一定要講 UV 啦。咁大家咧都知道 UV 係有翻 UVA 同 UVB 噶啦。咁小弟咧簡單用人話嚟解釋下呢2種光線嘅分別啦。首先 UVA 咧就好似你個 X 咁樣陰魂不散，連玻璃都當佢唔住，然後慢慢咁侵蝕你嘅青春。嘅意思咧，即係破壞緊大家嘅骨膠原蛋白啦、彈性纖維啦，然後令到大家皮膚鬆弛、出皺紋同埋變黑嘅。而 UVB 咧就好似你而家翻緊工嗰個老細咁，有時咧係幾有用嘅，即係出糧嗰日。即係我意思咧，即係 UVB 咧可以幫大家製造到維他命 D 嘅。咁但係個老闆一啲起上嚟咧，就真係扯到你有氣冇掟頭。即係咧 UVB 會令到大家曬傷啦，有灼熱感啦，嚴重嘅會甩皮，甚至增加皮膚癌嘅風險嘅。所以記住啦，同陽光相處咧，就要好似你同你老細嘅相處一樣，要俾佢知道你存在，但係唔使同佢太 friend。金句嚟噶，mark 低佢啊！好啦，講完皮膚同埋光線咧，就終於進入正題，防曬。防曬方式咧，大家可以分為3種，跟住落嚟，小弟就會同大家逐個分析，睇下邊個最安全同埋邊個最穩笨啦。第一種物理屏障，各大嘅皮膚科專家咧，幾乎都冇爭議噶啦。最安全、最有效、最好嘅防曬就係物理隔阻，即係咩呢？就係着翻件衫啦，戴翻頂帽啦，甚至就好似嗰啲蜜蜂場嗰啲農夫咁樣着咧就 perfect 啦。但呢種嘅方法好處咧就係佢唔係直接黐住你嘅皮膚啦，而係喺外面幫你擋住，所以佢唔會有啲咩化學防曬嘅嗰種滲透入你皮膚而干擾到荷爾蒙或者影響神經嘅問題。呢個咧絕對係最穩陣嘅防曬嚟噶。
因為物理防曬包到你好受安全啦吓，甚至如果你笠埋個黑色防曬面罩，再戴埋副黑超，嗱咁樣做呢，皮膚癌就一定揾你唔到噶啦。但係除咗你要擔心警察可能會以為你暴動之外呢，就都仲要擔心埋維他命 D 嘅不足嘅，所以適當地曬下太陽，揾個平衡呢係最簡單嘅，詳情之後會再講。第二種就係大家成日聽到嘅礦物防曬啦，主要嘅成分係氧化鋅同埋二氧化鈦。嗱，呢兩種礦物嘅作用機制咧，就好似一塊鏡咁，幫你將啲 UV 光直接反射走，形成咗一個物理性嘅保護膜，等啲 UV 咧冇機會進入你嘅皮膚入邊搞破壞。嗱，聽到好似都幾天然，好安全啦。不過危機咧啱啱先出現咋。嗱，氧化鋅嘅本身咧毒性係較低嘅，但係如果以粉塵嘅方式吸入咧，係會令到肺部暴露大量金屬氧化物嘅顆粒。動物研究見到高劑量嘅暴露可能會造成輕度嘅肺炎同埋全身嘅過敏反應。同時根據動物吸入實驗，二氧化鈦咧嘅納米粒大量吸入咧係可以導致肺嘅炎症同埋腫瘤，所以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咧係將二氧化鈦嘅吸入列為2B 類可能致癌物。簡單講，即係就咁搽咧，就唔知甩幾多出俾你吸到嘅。但係好多噴霧式嘅防曬咧，就一定死多2件重咁解咯。嗱，可能喺度咧一定會有人問噶啦，咁唔用噴霧裝咯，用翻 cream 咯。咁然後大家見到我咁講，都會估到我講其實搽 cream 咧都有佢嘅問題嘅。嗱，好多嘅礦物防曬咧，為咗唔想搽到塊面白即一笪笪咁啦吓，大家應該都試過噶啦。咁呢啲廠家就會採用納米級嘅微粒。不過有少量文獻就探討過，納米級嘅二氧化鈦咧係有機會穿透皮膚，然後影響大家嘅神經系統嘅。嗱，即使唔係納米級啦，某啲嘅二氧化鈦喺紫外光嘅照射底下咧，係會產生自入基嘅。咁點會搞成咁嘅呢？嗱，個情況類似咧，就係佢咧就原本幫你將啲 UV 反射翻出去噶嘛，咁但係你知道啦，反射係講角度噶嘛，佢係可以反射咗去隔離嗰粒二氧化鈦，然後嗰粒二氧化鈦又將啲 UV 反射翻去再隔離嗰粒二氧化鈦嗰度，嗰粒射嚟射去係咁反射，即係好似波子機咁，啲 UV 就喺你個皮膚表面彈嚟彈去，咁樣彈法就令到本來幫你擋 UV 都變成令你皮膚表面製造咗氧化壓力，然後促進皮膚嘅氧化損傷啦。所以近排有個大型研究話，用得多防曬會更加高機會皮膚癌呢，好可能就係咁解啦。用咗分分鐘嘅衰過冇用。然後最後一種，亦都係市面上最常見、最多人用嘅化學防曬成分呢，就似嗰啲 oxybenzone 啊、avobenzone 呢啲。咁呢啲化學防曬機制咧，同嗰啲礦物防曬咧係相反嘅。佢哋唔係反射翻啲 UV 出去，而係吸收咗嗰啲 UV 嘅能量，然後透過化學反應將佢轉化中和翻。聽落好似好高科技咁啊！但係問題咧出喺呢度啦，因為嗰啲化學成分已經有海量嘅文獻指出佢哋係內分泌干擾物，對人體係會造成好大嘅傷害嘅。簡單嚟講，化學防曬嘅荷爾蒙干擾物一旦入血，你個內分泌系統就會即時輕機，然後搞到你個經期啊、情緒啊，甚至好多唔同嘅女性部位嘅細胞咧都會好亂，然後亂個亂撞光咁滯。嗱，我知呢實會有人話我噶啦，屌你唔好講得咁誇張啦，搽嗰少少嘢點會有事啊？當然搽一次半次，梗係冇事啦。佢又唔係炭疽菌，但係 FDA 咧喺2019年5月已經指出，有24名自願接受測試嘅人咧喺4日入邊，將75% 嘅皮膚上面搽晒呢啲防曬霜之後，結果發現當中嘅4種化學物質，即係啱啱提到嘅 oxybenzone 等嘅4種化學物質，喺人體入邊嘅最高血漿濃度遠超於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所定制嘅標準，所以呢個實驗咧證明咗嗰啲化學物質會入血啦，然後佢哋係會影響我哋嘅荷爾蒙。咁所以如果你成日搽、日日搽嘅話咧，係真係會對身體造成好大嘅負面影響噶。然後嗱，真係咧會有啲好病態嘅女士咧係會覺得唔搽得防曬，咁我寧願完全唔曬太陽啦。就好似啱啱過去佢星期2嗰條片嘅有錢佬 Brian Johnson 咁樣。嗱，講到嚟呢度咧，就都要提下瑞士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個研究發現，完全避開陽光嘅非吸煙者，佢哋嘅壽命竟然係同係咁曬，然後係咁食煙嘅煙民咧係差唔多嘅。咁啊，嗰個唔曬太陽嗰個組別咧，平均係會短命0.6至2.1年。而呢個結果咧，就強烈暗示俾大家聽，完全唔曬太陽係會搞到你心血管啦、代謝啦、免疫系統都出問題，最終係可能仲會衰過你因為曬太多太陽而可能令你生上皮膚癌嘅呢個情況嘅。咁亦即係話，你為咗美白，由朝到晚屈喺屋企，然後同一個煙鏟企喺街邊係咁扯煙，係會獲得同樣嘅下場。
咁你話啦，與其吸二手煙，就不如出去吸翻2啖新鮮嘅紫外線啦。好，講到呢度，大家咧可能都會覺得好混亂噶啦，搽又死，唔搽又死，曬太陽又死，唔曬又死，咁即係點呢？係噶，係人都會死噶啦。我唔係嗰個 Brian Johnson 嗰條所謂養生有錢佬咁，都係同人講東帶噶嘛。睇咗我啲片，做晒我講嘅所有嘢都好呢，都係會死嘅。只不過係我哋想在生嘅時候健康嘅時間多啲，咁先有多啲精神去體驗下呢個咁美好嘅世界噶嘛。講翻正題，咁曬太陽又點可以吸得足夠維他命 D， 然後又唔使好黑，又唔使皮膚老化，兼可能曬到皮膚癌呢？咁當中嘅要訣就係曬太陽嘅角度啦。太陽喺正我哋頭頂，例如夏天嘅中午12點咁啦，UV 指數當然極高，你企喺度就咁曬嘅話，好可能已經會曬傷噶啦。但係喺日出之後同黃昏之前嘅嗰1-2個鐘呢，太陽嘅角度低呢， UV 指數通常都會好低。咁喺呢個時間曬下太陽呢，就好適合用嚟調校我哋身體嘅生理時鐘，然後又可以吸收到唔同嘅太陽光線，又可以生到維他命 D， 然後呢，曬傷同埋 DNA 損害嘅風險亦都相對較細。所以換句說話講，大家係唔使下下正中午嘅時候出去暴曬嘅，啱啱時間太陽都可以係我哋嘅朋友嚟噶嘛。咁又即係咧，行海旁係好舒服，冇人叫你10號風球行出去噶嘛，咁咪俾個浪捲走咯。好嗱，我哋咧知道幾時曬之後咧，就都要知曬幾耐噶。以色列咧就有研究指出，每個星期曬3次，每次曬20零30分鐘，仲要唔使全裸噶。OK， 只需要大範圍咁曬下手腳，已經可以提升我哋嘅睾丸酮啊、雌激素啊，同埋等等好多唔同曬太陽嘅優點噶啦。咁樣咪就靚得嚟又健康，健康得嚟又唔使怕生癌咯。咁講開癌，唔使就講下皮膚癌啦。陽光咧當然係一個風險嘅因素嚟噶，但係就唔係唯一嘅兇手，唔係每一次曬傷都會變癌嘅，大家放心。因為當中咧仲關乎我哋嘅基因、免疫力同埋生活習慣，而且就算我哋冇曬到紅卜卜 ，UV 一樣都可以靜雞雞破壞我哋嘅 DNA。所以咧唔係話淨係睇表面有冇甩皮，而係咧我哋嘅預防策略要做到好全面。嗱，咁當然基因呢家嘢咧就整定嘅，咁呢 part 咧真係冇得搞嘅。但係日常生活嘅飲食咧都佔比好重，兼且係大家都控制得到嘅。以下咧就有唔同嘅研究同時指出，如果我哋平時食 Omega 6食得太多，即係嗰啲種子油、植物油啊，然後再加埋成日曬太陽，咁我哋嘅皮膚咧就會好似本身已經有少少底火咁樣。一照咧就更加容易出事。有研究用皮膚細胞模型睇到 Omega 6多咗之後遇到 UV 嘅話，皮膚入邊嘅氧化損傷會明顯加重。之後亦都有綜述再整理多項研究，結論咧都係一致，就係 Omega 6太高 ，UV 引起嘅致癌反應係會更高嘅。咁如果將上面嗰啲嘢轉翻到人話嘅話咧，就即係你日日食埋嗰啲平價嘅種子油、植物油，成身咧就浸滿發炎嘅物質，行出街俾個太陽照照，你個身體咧就好似麥當勞嗰排薯餅咁，爭在未喺你身上面撒鹽嘅啫。然後你以為自己曬黑咗，其實係炸燶咗。相反 ，Omega 3咧就有保護嘅作用，仲有啲動物研究見到補充 Omega 3之後，皮膚光老化嘅情況會改善，膠原流失少咗，成塊皮膚就冇鬆得咁快，亦都冇咁快巢。所以咧，嗰啲超加工嘅種子油就你當佢屎咁就得噶啦，即係完全唔掂咧就冇死噶啦。好啦，講完唔好食 Omega 6同埋食多啲 Omega 3之後咧，就點都要講下維他命 D 啦。詳情大家可以睇翻維他命 D 呢條片。簡單講就係缺維他命 D 咧，係會導致低血清素，再搞到你情緒低落。所以點解香港人出街成日都收到西面，就係因為日日都匿喺冷氣房唔見光。你估佢哋真係天生西面嘅咩？佢哋係缺維他命 D，搞到血清素低過香港啲樓價先至會西面噶嘛。然後維他命 D 咧又可以幫助我哋嘅免疫系統啦，又可以幫助降低糖尿病，仲可以維持心血管健康。因為缺維他命 D 咧係會減低吸收鐵嘅效率，造成缺鐵性貧血嘅。另外維他命 D 咧仲可以增強我哋嘅神經系統啦，以及強化我哋牙同埋骨骼。因為維他命 D 咧係幫助吸收鈣嘅，同埋最緊要就係上兩條片提到嘅好多女性病都係因為唔夠維他命 D 嘅。嗱，實驗室咧就試過將老鼠嘅維他命 D 受體完全剔除，結果嗰啲老鼠活生生咁就變成一隻好似活咗500年一樣咁樣嘅樣，又甩毛啦，又巢皮啦，又早死。所以你與其驚 UV 會令到你老化，不如驚缺維他命 D 令到你周身病痛好過啦。好嗱，喺度咧，大家一定會問噶啦。
咁應該吸收幾多維他命 D 呢？嗱，如果你身體真係冇事冇幹、健健康康，咁你就每日日出後或者日落前好天嘅話咧，曬翻佢30分鐘，久唔久飲下小弟嘅湯有為咧就 OK 噶啦。不過如果已經係上咗少少年紀，然後有上面提到嘅嗰啲問題，例如你已經有女性病啊，已經有牙、骨質疏鬆啊、糖尿、情緒問題嘅其中一樣都好啦就即係已經代表你係長年累月咁欠咗維他命噶啦，即係你已經係有維他命嘅債要還。咁如果就咁還面 pay 一定搞唔掂嘅。嗱，美國著名嘅史丹福大學教授 Andrew Huberman 喺自己嘅節目入邊就講過，佢哋成家人咧係每日食起碼3萬 IU 嘅維他命 D3 咧，先至勉強合格。所以要食 supplement 嘅話，科學論文提供嘅答案係最基本4000 IU 以上先有效。咁當然啦 ，FDA 就同你講4000 IU 係上限啦。咁大家而家知點解啦？即係原來吸得足夠維他命 D 就可以解決到以上咁多問題嘅話，咁藥廠咪會窮咯。另外，如果就咁食維他命 D 呢，係未夠噶，要有埋 K2 同埋鎂，因為 D3 轉化做活性荷爾蒙係需要鎂嘅幫手。然後補充完 D3 之後咧，會吸收多咗鈣啦。不過如果淨係拍維他命 D 去吸收鈣，而唔帶埋 K2 嚟去帶路嘅話呢，咁啲鈣質咧就會好似喺你身體入邊一個冇開到 Google Map 嘅的士佬咁，完全唔識路去入落啲骨頭度，然後咧就貪就手喺你條血管度違例泊車。你就以為自己補緊骨，但其實咧，你喺你自己血管入邊起緊薄囉。好啦，大家可能會覺得，喂，咁麻煩㗎，又要維他命 D， 然後又要 K2，又要鎂咁，冇計㗎。佢哋夾埋先係一個完整嘅套餐。你齋食維他命 D 冇 K2 同冇鎂嘅幫手，就好似你買咗架法拉利，但入邊又冇油又冇胎，個司機仲係 P 牌嘅，咁點揸得喐呢？所以話食補充品最緊要都係講究 teamwork。然後喺度咧，小弟都要賣一賣廣告啦。嗱，我哋嘅湯有為咧，由松茸製成，之前咧就成日同大家講我哋點樣將佢整到有維他命 D3 啦。今次咧就同大家講埋松茸本身咧就有 K2 同埋鎂，大自然就係對大家咁好噶啦，就係一個已經幫你組好晒隊嘅全明星陣容，就係最啱我哋呢啲怕麻煩嘅現代人。好嗱，影片到最後講多個小貼士俾大家。如果大家曬完太陽之後曬傷咗，或者陣間就出發去沙灘或者去泳池游水都好啦之前咧想輕輕咁保護一下自己嘅皮膚，但係又唔想失去咗太陽光嘅功效，大家咧係可以好薄咁搽一浸豬油嘅。嗱，大家唔好笑，古時好多人都係咁做嘅。嗱，小弟都係咁做嘅。小弟上年咧同當時啱啱成為咗小弟未婚妻嘅老婆去馬爾代夫，咁樣日日曬髮就梗係曬傷啦。翻到嚟咧就搽翻啲豬油之後，基本上第日已經好翻好多。不過如果大家覺得陣豬油味太勁，搽完好似自己變咗燒臘鋪咁樣咧，就可以等下嘅。我哋可能會出啲用天然豬油做底，但係又冇豬油味嘅護膚產品俾大家。不過咧就真係要等下啦，唔知幾時出嘅。好，咁條片咧就嚟到呢度。會員後續就會同大家講下防曬。咁除咗啱啱提到咁搽豬油啦有冇另一啲嘢係搽完之後唔單止可以防曬，仲可以護膚，仲可以換膚，令到我哋曬完太陽之後皮膚仲好咗嘅咧？就會員後續話俾大家聽。抵過你做10次 facial 啊，真係。跟住落嚟冇廣告時間啦，因為上面賣咗廣告啦。中意我影片不妨 like share 同埋今日嘅啲 subscribe 我 channel， 撳埋隔籬嘅鈴鈴。我哋逢星期4出片，星期2可能有片，星期5夜晚9點鐘會喺 YouTube 上直播講下事同埋政治，希望到時看到大家。我哋開始我哋 Patreon 會員，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我。下條片再見，拜拜。